把它切开呢，竟然把它切开呢，有根有芽那个地方不要切到啊。然后这样比较不会烂瓜，影响到根。没有看过这样种的呢。你看根芽跟那个好像果核的地方，跟那个果肉分开的，说这样比较不会因为烂瓜烂到那个根，不会因为瓜肉烂掉影响到这个根芽。